Gino 师傅呢设计的话是代表苦甜的部分，然后有西西里岛产的开心果酱，然后搭配那个 ricotta cheese， 然后还有蜂蜜、核果，然后开心果仁，然后下去做的一个代表苦甜的象征。那我现在就为大家示范正统拿破里披萨的做法。那在拿破里当地啊，他们做披萨一定就是只有用职人的双手，就是没有擀面棍，用手去感受那个面皮今天的状况。那通常它有一个规范是，它外围要1到2公分，然后中心点大概0.2到0.4公分薄。所以其实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啊，随着温度上升，你要自己要去感受面团的软度啊、硬度，去拉出了完美的饼皮。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是面团的厚度，它其实里面就是充满空气，所以我们才会用手把空气往外推。按压披萨豆的这个手法呢，也是特殊的手法。它现在这个手法其实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它是传统技艺。那通常披萨要好吃的话，它按压的越少，它保留的空气感越多，它的食感会比较好。然后现在这个动作叫做拍皮，拿坡里正统披萨一定要用手拍皮，不能用擀面棍。OK， 外围1到2公分。然后大家会看到，我刚刚已经把空气都推到边边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示范新型的披萨怎么做。那前面这边我会把它稍微压扁，那把它切开，往里面对折。大家会看到，是我刚刚其实移动面团的时候，我都是用夹子或者去拉，那这样容易让披萨皮变薄。那因为我们要做2个口味，所以我会切一点点面团，把它当边条、当分界线。那为什么会选用西西里岛？就是西西里岛在人的印象里面，它是一个蛮浪漫的小岛。然后它其实也很适合度蜜月啊，然后它又盛产开心果，然后开心果酱当地的披萨，它其实也是算很传统的口味，在意大利也是常见的。可以买得到，对，它就是直接进口进来的。这个是，它其实有很多品牌。它自己用的会比较好。它这个在意大利很有名，它做很多蔬果的罐头，然后它的那个蔬果罐头呢有上百种，这个是其中一个。它还有这些烘干番茄啊等等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酱料像这样的东西，sauce 很重要啊。对，sauce 不好，东西也不会好吃。对，没错。它风味比较均衡啊，不会有特别一个涩味。那你在哪边买的？哦，这个跟进口商拿的。对，然后这是 ricotta cheese。那 ricotta 的意大利文在意大利来讲，它就是再制造的意思。那 ricotta 的由来就是说，我们在意大利有那种新鲜的水牛 cheese， 它在制作的时候，水牛 cheese 会泡在水里面，那那个水再加牛奶煮过之后，就会有 ricotta cheese 的出现，就再制造、再利用的感觉。他会选用这个是因为它呈现块状的使用的时候，客人吃到的时候会有绵绵的感觉。那这个cheese啊，它其实在世界是算很闻名的，因为在意大利的水牛，它的牛奶不适合喝，所以意大利人把它研发成cheese，就反而变成另一个有名的东西。所以加3种 cheese。对。待会你们想要看那个上木铲的那个动作吗？要。好。
然后它等它烤出来之后会再淋上马斯卡彭cheese，对，另外一种就4种，然后再淋蜂蜜。那因为核桃会带一点甘苦味，所以我淋蜂蜜上去，让核桃的味道再冲出来，所以就代表甜跟苦。先看这边，然后再看中间，这样才好。是主要呢要在台南呢推广那个拿坡里正统的披萨，然后刚好我们这一届，然后台湾刚好得了意大利的世界冠军，然后呢在意大利击败意大利人，然后唯一一次。意大利境外拿冠军的主厨就是 Gino， 然后我们这次邀请他来台南馆客座，然后总共设计了3款披萨，其中一款披萨呢是他得冠军的作品，叫做白色热情，然后另外一款呢是为了那个情人节设计的，然后叫那个披萨包，它里面可以藏礼物，然后还有设计了一款那个象征那个爱情里面的酸甜苦辣的披萨，爱情披萨。好，那我们Gino帮我们讲一下哈，你这一次这个世界冠军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其实就是我们去意大利当地去比赛，然后跟大概世界大概20-30个国家的人一起较量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今年就是比较幸运击败意大利人，然后拿到第1名。所以大概参赛者有多少？参赛者至少1000多人以上，来自世界各国。世界各地，对。是。那他们拿坡里当地，它是披萨的发源地，所以他每年会选出最优秀的职人这样子。这是你第几次参赛？这是我第3次。第3次参赛。推出了白色情人节，然后结合这个冠军主厨来制作这个拿坡里披萨。首先一方面也要让大家认识一下拿坡里披萨的一个正确的制作方式。那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活动，能够把我们的业绩把它带动到3成以上。对，那因为最近有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补回我们现在的业绩这样的部分。这边还有麦片。对，麦片。今天第一次吃到这个拿坡里哈，这世界冠军的披萨，你们觉得它的口感怎么样？我觉得口感蛮特别，颠覆以往在台湾吃披萨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它面皮很 Q， 面皮很 Q， 对，就是台湾好像吃不到那么道地。是，跟你以往吃过的披萨，它最大的差异在哪里？最大的差异，我觉得是口感，对口感的。因为台湾的披萨店都松松的，面皮不会整个吃完，不然就是太脆了。是，对，那它的饼皮是带点丝又带点 Q， 对，很 Q， 而且冷掉之后也觉得好吃。是，那你今天吃了几种？今天吃了2种。2种。对。好，那你觉得这样子，你给他的这个评价如何？评价，你说给分数吗？对，给个分数。满分是10分嘛？是。那我给9.5分好了。那很高哦，很高。对。那下次还会再来吗？还会啊，如果还有出新口味的话。对，会再来光顾。所以你们是从外县市来的吗？对，我们就是来过情人节。来过情人节，白色情人节。在烟波饭店。对。是。所以也好像没有受这个疫情影响哦，你们这个过情人节的心情。还是要开心的过节嘛。对。